也嘉义市北营街这边有一间仓库站火烧，也因为内底呢有囤真侪物件，佮加上讲附近建筑有袂少是铁厝，这火势也是拖甲真紧，佮拖去到头前的中山路烧着7间店。消防是赶紧替离附近的居民拼命拍火，也火是一直到头前擦才完全的拍花。也今仔早起呢，消防是继续伫现场警戒，是安怎会来导火，佮来理清原因。 店面后壁大火冲天，烧着边仔的透天。嘉义市北营街巷仔内底一间仓库，5号暗时要8点发生火灾，火势向头前烧去嘉义火车站头前的中山路上关。伊个2间人做伙，2间人做起来做个大。隐隐约有看到烟，我跑到2楼，然后2楼看到对面的那个铁皮屋，就开始后面就一直有烟冒出来，然后一直燃烧。大火延烧到中山路7间店家，消防接到通报，到现场全力拍火。因为起火仓库顶真侪物件，火势真歹灭掉。仓库附近阁有公务，消防嘛赶紧撤离附近14户徛家甲店家，徛家互烧着的妇人急甲薅出来。烧了呀！猫大概3岁。 他现在找得到他吗？还找不到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路上找。有店家着急找走失的猫仔，嘛有民众烦恼无厝通住。当地区长、里长嘛到场协助安置居民。火势大约伫1点钟了后得到控制。北农街跟中山路这边都有铁皮交接，所以火势燃烧得非常快速哈，而且由上往两边哈已经也在往中山路这一边来做燃烧。那我们消防局同仁哦立即哈由包围战术哦来进行相关的抢救。找了透早受牵连的店家门口扭起封锁线，因为青叶火场阁有残火烧起来，出现乌烟。加在大约2点钟了后完全灭掉，但消防人员唔敢大意，透早继续伫现场警戒并做火调，希望赶紧厘清起火的原因。公司新闻陈环宇、柯正俊嘉义报道。